大家好，我今日教大家10個令成績退步嘅方法。第一，玩電話。第二，睇電視。天使獸，我一定要捉到你！天使獸，唔好捉到佢啊！第三，玩電腦。第四，扮溫書。A B C D E F G。第五，玩 Wheel。喂，冷靜啲啊！第六，玩啤鞋。煙。大啲。唉，我竟然輸俾一個小妹妹，真失敗。第七，玩 ADS， 因為咧我生咗飛枝，所以咧就攣埋一嚿。Yes, sorry。第八，瞓覺。哇！第九，煲電話粥。喂，係咪黃巧賢啊？啊，好耐冇見啦！你哋近排搞咩啊？哦，同你傾一陣啦。第10，出街玩。唔記得着鞋。大家好，呢集嘢咧已經完噶啦，多謝觀看。咁屋企嘅小朋友千祈唔好學啊，呢啲純粹娛樂嘅啫。咁記住俾心機溫讀書，用心啲溫書啊！拜拜。